那开机先个，而家咁住，唔使我係做，即講。哎，无事平安。哎，平安，啊，好，时间也差不多啊，咱做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阮搁一摆感谢你，互我会当自集伫你的面前。阮透过网络，搁一摆要来查考你的话语。另外，国书第5章伊对遮个有钱的人富有的人的提醒，甲对遮个受到逼迫的人的提醒。阮求主你透过这也帮助阮，会当伫信仰的生活团体中间来做一个好的见证。阮也继续为着全世界的疫情来祈祷。阮也看见有侪的变异的病毒，也有即个疫苗继续伫发明咧生产。求主你会当互阮透过即个来控制即个疫情。加州伫后礼拜要来全面来开放，求主你来继续保守。虽讲你要开放，但是阮还阁有800几个人确诊每一日的中间，阮需要顾好家己，会当保守。求主你来看顾，也为着台湾伫今仔日发生地动疫情的控制，求主你来保守。阮为着阮的自集献上感谢，求主你的圣神来帮助阮，来明白你的教示。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好，今仔日是雅各书第5章，上落尾吼。伊有分几个段落啦吼。我今仔日用大概5个较大的段落来甲即段的经文甲咱分享吼。一开始对第1节到第6节呢，伊是咧针对即个富有，伊讲应该是讲富有的人啦吼。有个人标题讲吼，警告不义的有钱人吼。我是用即个经文的头前遮咧讲吼，因着应该爱依靠啦吼，应该爱依靠。这甲耶稣伫马太福音第5章的讲法有小可无共款的角度，但是类似啦吼。咱来看第1节到第6节内底有几项代志，咱要来看吼。就是伫即个经文拄开始时，伊咧讲着恁遮富有的人吼，应该爱来吼，来依靠吼。即段伊无称这富有的人做兄弟啦吼，伊无称这人做兄弟吼。这真明显就是讲，雅各伊认为即阵不义的好野人，基本上呢，因是无不配被称做伫教会内底的兄弟吼。
所以伊无来称因做兄弟啦吼，这是咱讲伊写作方式所要表达伊的态度啦吼。伊伫即段内底，伊嘛无提供遮个人讲因着安怎悔改吼，着才会得救吼。敢若好啦，亲像伫福音书内底吼，咧讲着讲无爱互遮个不义的人吼，有迄个悔改的机会安尼啦吼。伫即段会当讲是真顺遂一个指责的段落指责的话伫遮吼。会使伫即个所在，雅各伫遮警告这不义的有钱人，就是讲，因着应该伫生活中间爱谦卑啦，特别是当因得到恩典的时阵，生活比别人过了较好的时阵，因爱会通看见上帝呼因的呼召吼，呼因的呼召。其实咱若去看着耶稣咧面对法利赛人即个时阵，法利赛人是嘛捌叫耶稣骂做不义的人，因欺负遐个孤儿寡妇吼，差不多伫雅各面对的遮基督徒的情形，甲进前耶稣咧面对这法利赛人足类似啦吼，足类似吼。你讲假冒为善，也是讲不义吼用家己的好业来欺负遮丧向的人，等等遮的代志安尼啦吼。伫第一节甲第三节中间，其实伊有一寡迄种先知性的讲法吼。咱咧讲先知性是啥物货？先知性的讲法就是讲，咧提醒遮个离开上帝道路的人，因将来要拄着的问题吼。我直接用一个台湾话毋是介好听啦，讲吼晓摆吼无落魄的久啦吼。意思是讲，恁遮好嘢的人吼，恁无偌久，恁就要落魄啊啦，恁就要拄着困难，恁就要失去恁即马现有的遮的财富啦吼，嘿，所以伊伫即个所在咧讲着用即个嚎啕，也是讲用做哀哭吼。第一节的后壁吼，恁的灾祸要到啊，恁会去哀哭哀哭是讲咧讲着迄种咱会记咧即个猎杀路甲一个不有的人有无？不有的人到尾去倒位？去伫咧阴间的嘛吼。伊就去甲迄后壁人讲哦，你叫迄猎杀路吼告我吼，去甲我兄弟讲安怎？伊就是伫迄个所在，伊是不有的人，伊伫迄个所在咧低哭，因为伊经历着审判了后，遮个物件吼。过来第三个，伊讲你所挖去遮个钱财，遮个外表恁的钱财会歹去，你的衫会去互家己，你的钱啦会生鲜啦吼。啥物叫做钱会生鲜？咱连咪佫进一步来讲，咱用台湾话咧讲吼，会佫较传神啦吼。遮个代志就是咧证明讲吼，恁将来无好日子通好过。恁伫末后的时阵，拄着上帝的审判的时阵，恁会真凄惨嘛，真痛苦，这是一种证明吼。伫第三节的时阵，讲你的钱吼会生鲜啦吼。咱咧台湾人讲吼，好业人做小气，讲啥？一个钱拍24个角啦吼。意思是安怎？偷较来吼，就免付啊，安尼迄个意思吼。所以讲，伊讲遮个人吼，钱拢无要叮当，干那要收入来，收到尾囥到安怎？钱会生鲜嘛吼，就算铜钱嘛会生鲜的吼，铁钱就会连做伙，生鲜会连做伙的吼。这伊是咧讲指即个方面啦吼。所以才会咧用安尼咧证明讲，遮个人真正是安尼，足无通无疼心，不但袂晓照顾人吼，佫拢欺负人安尼吼。第四节咧讲着讲，即个不有的人是蒙恩的人啦吼。讲遮个不有人其实拢袂记即家己是得到上帝恩典的人，但是因用迄当做家己的功劳，家己的快乐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就用即种的
无好诶态度，成做一个迄个不义诶人吼。伊也讲亏欠人吼，亏欠人，咱定定听人讲吼，我也无欠你啊啦吼。对信用来讲吼，对信用来讲，咱拢亏欠啦吼，咱毋是亏欠人，咱是亏欠上帝。因为咱亏欠上帝，所以咱需要对人好，爱去听人吼。这是无共款诶迄个逻辑诶想法啦吼。当然无毋对啦，你著无欠人钱，你著无欠人啊。但是咱亏欠上帝诶恩典，咱嘛爱搁来对人好。不但安尼，遮诶人事实上是亏欠人，因为伊叫人做工，搁安那，搁扣人诶工钱。好，那亲像大兵吼，大兵犯罪了后，伊诶好朋友甲讲啥？先伫甲安怎甲讲？用一个富有诶人，有足侪羊仔，家己诶羊仔无爱刣，去刣啥物人？刣迄敢若有一只羊仔诶人诶羊啊吼，伊用安尼咧讲，大兵犯奸淫去抢人诶某，迄种诶不义啦吼，共款。遮诶好嘢人嘛是安尼，雅各所咧讲诶嘛是即种诶情形吼，嘛是即种情形。所以伫即个所在讲，伊不但是好嘢当生，佮对人不义无好，佮家己安那拢家己车花宴乐诶吼，就是我拄则讲，即个好嘢诶人，敢若顾家己吼，家己饲甲肥咧。第50讲诶吼，养肥了自己，竟不知道屠宰的日子已经到了吼。饲甲肥拄啊好通刣安尼啦吼。所以伫即个所在，雅各对遮诶不义诶人，其实态度也是讲伊诶讲话，其实足直接足清楚。伊讲遮诶义，因家己人定罪杀害，因并无反抗啦吼。即个所在诶义人到底是咧讲啥物？你若照经文第1节到第5节咧讲吼，因所欺负诶人是啥物人？是遮诶颂扬人。但是伫希腊文吼，即个义人吼是单数，是单数，所以咱会当用两个角度去了解啦，就是讲，对于前后文来看，当然遮诶人是咧对，遮不有诶不义诶人是对遮诶颂扬人无好，定人诶罪。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讲，遮诶自以为意，好像法利赛人这一类的人，因定一个人义人诶罪，这是咧指耶稣基督，嘛咧指泛指伊较亲像英国诶人咧对遮诶先知共款吼，这是一个譬如诶方式安尼啦吼。所以因遮遮诶人诶不义。对这颂扬人，嘛定基督诶罪伫十字架顶悬吼。马太福音25章咧讲到即个，咱咧讲，耶稣诶譬如，恁若做伫上世诶新像，就是做伫我诶新像共款。因是颠倒吼，因定遮诶颂扬人诶罪，嘛是咧定耶稣基督诶罪啦吼。因为因讲因伫教会内底，但事实上因无活出即个基督诶信仰嘛吼。咱定爱讲吼，即个犹大出卖耶稣啦吼，但是迄个犹大吼虽然自杀啦吼，但是现在佫足侪犹大，为什物？因为咱若无照基督诶教示去行，咱就是出卖耶稣。共款，因遮诶无照即个诫命去听上帝、听人诶，因嘛是咧佫一概咧陷害定这义人诶罪啦吼。过来对第7节到11节是一个大诶段落，我佫甲分做7到8、9到11啦吼。足侪迄个圣经诶释义吼，第9到11吼无啥物解说吼，无啥物解说。连咪咱会小可来看者啦吼。好，到底即段诶经文是咧对啥物人讲？咱知影第1节到第6节是咧对伫即个不义诶有钱人讲诶吼。所以讲，恁着爱低头啊，我着爱警告啊吼。
头前者你讲啊，你著爱谨慎，你著爱受着警告啊。后壁讲忍耐，啥物人爱忍耐？毋是好嘢人爱忍耐。事实上，伊无指名，但是真清楚，其实伊咧甲遮个双向的受着欺负的人讲。你要看第7节，伊开始安怎讲？伊讲，所以兄弟啊，吼，所以兄弟啊 ，OK， 即个所以呢，咱的和合本无翻译出来啦，吼。therefore 即个字吼，咱的和合本啊，咱的中文现代译本有翻译出来吼。即段的话是对遮受逼迫的人、受压迫的人吼。咱会当用即个兄弟即个词、即个称呼来做对比，吼，来做对比。第1节到第6节，雅各拢无讲，遮父有的兄弟拢无讲，但是伫即个所在讲兄弟，啥物人是兄弟？照圣经、照耶稣的教示，就是讲，伫我的身躯边需要帮衬的人，就是我的厝边嘛，我的兄弟嘛，吼。那耶稣嘛讲吼，你若遵守上帝的话的人，就是我的老母，就是我的安那兄弟姊妹啦，吼。就是讲，即个较是甲雅各的信仰徛共款的人，伊安尼甲讲吼。好，我拄则已经讲啊，讲伫原文有即个字啦，吼。therefore 吼，即个和合本无翻译出来吼，这真重要，真重要是安那？因为伊这是一个连接词。头前第1节到第6节，雅各咧骂遮不义的有钱人，骂了后讲恁会去受着灾难、受着审判，恁会低头等了后，所以兄弟啊，恁着爱忍耐。这个所以就是咧讲着另外的对象，咱咧讲的双向受逼迫的人，吼，受逼迫的人。这安尼，咱若安尼照原文来甲翻译出来，就会较清楚啦，吼。所以伫这个所在，伊就对第7节开始，就要针对遮的教会内底受着困病的人，吼。伊伫遮用几个自然现象来形容啦，吼，来形容。伊讲你着爱忍耐，安怎忍耐？伊用秋雨甲春雨来咧形容啦，吼。你着爱听候甲秋雨。你知影伫咱加州、南加州的气候甲巴勒斯坦吼，即个咱讲犹太地吼的天气其实足共款，拢地中海地形甲气候啦，吼。咱嘛是共款，秋天会落大雨，春天4、5月即边会阁落雨，吼。即足类似吼，足类似。伫热天呢是热甲干甲，所以足侪物件吼袂生了介好势，所以咱定定伫暑假的时阵会啥物货？有 bushfire 有无？迄个草野花拢生了，春天生了吼，当焦去，焦去了伤热，当烧起来吼。伊讲你着爱忍耐啦吼，忍耐到当时，忍耐到吼秋雨来，秋雨伫2000几年前，秋雨的意思就是啥物货？上帝时间到了。上帝的日子到了，自然就会下甘露。用安尼的思考，我想已经真清楚。伫秋天，对伫巴勒斯坦咱讲的犹太地来讲，因是一个正坐拄静落去，爱落肥、爱有雨的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这是因迄个所在啦，过来春雨呢？嘛是，就是咧强调讲，着爱忍耐，因为你会经过冬天嘛，吼。你知影沙漠旷野，冬天着较冷嘛，吼。你共款，你搁爱等到迄个春雨，春雨了后，吼，你的农作物着要收成啊。所以你嘛是爱等迄个时间到啦，吼，等迄个时间到，用自然现象来去形容，咧甲遮个兄弟姊妹。受困迫的人伫遐来勉励因，上帝时间得要到共款上帝时间得要到，咱注意看第1节到第6节，伊所咧讲的是讲安那？上帝审判到但是伫遮是安那？上帝时间得要来是上帝祝福得要来对伫不义的人来讲是审判，
对伫遮个受困迫的人来讲，是上帝恩典甲祝福。这是伊伫遮用的真大的一个对比。伫遮过来就讲，恁着爱忍耐坚固啦。雅各用即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即个自然现象来勉励遮个受逼迫的人。着爱忍耐等候上帝的恩典，爱坚固家己，莫落志，因为上帝时间你要到啦。较忍耐咧。第九节到11节呢，咧讲着讲恁莫彼此埋怨遮个代志。我互咱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就是利未记19章17节到18节的经文。伊则讲你毋通心内怨恨你的兄弟，总是爱指责你的厝边，免得伊担罪，所以爱提醒哦。18节讲你毋通报仇，后壁即句话就是雅各所引用的，毋通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啦。不要彼此埋怨。甲即个咱是对即个序言的时阵第一章咱阵咧讲的时阵，咱就咧讲雅各是有足强的即个犹太传统伫伊的脑海内底的人。伊是一个犹太人，伊的经文内底有真济是拢引用摩西的教示。这咱大概知影。过来伊的思想甲耶稣的门徒彼得足共，所以甲彼得前后书有真济咧引用，也是咧写物件拢真共款。所以伫遮咱去看着讲，伊还阁有引用着摩西律法内底所咧讲利未记即段的经文。所以伊了讲，你毋通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你着爱疼厝边，疼人亲像家己。即个不要彼此埋怨，这是一个咱讲命令安尼啦。所以不有不义的人欺负藐视，也是讲逼迫遮的丧乡人，因着必须爱面对即个审判。所以雅各叫遮的丧乡人着爱忍耐，而且毋通安尼尔。阁莫去埋怨，咱若阁引用旧约的圣经来讲，就是讲，你不要自己报仇啦，深渊在哪里？伫上帝。圣经真清楚甲咱讲即个部分啦。所以伊用利未记的摩西的律法来讲，你毋通埋怨，毋通彼此埋怨，爱疼人亲像家己。疼遮不义的人嘛是咱，所以耶稣咧讲，你着爱疼厝边，不但疼厝边，阁爱疼对敌。所以伊对不义的人有要求，对遮受逼迫的人伊嘛有要求，但是要求的方式甲角度是无共款的。伫即段的经文，咱去看着讲，伊安尼甲即个头前讲迄个审判日子到伫即个所在咧讲着主要阁再来的日子到这是第8节。第9节落尾伊讲啥？看呐，审判的主已经在门前了。咱阁接头前迄段，伊安怎讲？伊讲毋通彼此埋怨，对无？过来接即段讲主审判的主已经徛伫门口啊，就是我拄则咧讲的，讲旧约圣经讲的审判在我，所以咱毋免家己去出手啦。伊雅各的头壳底一直有即种旧约的遮的教示存在，一直定咧迄落。审判的主已经到门口啊，咧讲审判伫要到啊，末日伫要到啊。若咧表达迄个紧迫性啊，耶稣要讲迄个即个庄稼安尼要收成啊，啥物人要来做工咧讲着即个讲日子到了末日到了，拢共款迄个概念伫即个所在一直咧讲。过来第11节安尼讲啦伊讲看遐忍耐的人，咱要称因做有福气的。伊即个咧引用啥物人？引用耶稣的话。咱俩看马太福音第5章，特别是对即个山顶耶稣的即个教示，即个内底有讲特别咧讲着讲为着义受困苦的人有福气。第10节讲的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所以伊伫遮咧讲，恁着爱忍耐，遐个忍耐人，伊要被称作有福气的，啊，伊遮着个引用约伯，以约伯做例啦，伊就咧讲约伯到落尾安那，伊得着足大的福气，称伊做有福气的，主赏赐也是赐福互伊的结局，知影主是有怜悯，阁有仁慈的，所以这所在伊也阁一概用旧约来做例，马太福音24章13节咧讲，只有忍耐到底的，要来得救啦，这个耶稣的教示，雅各引用嘛，几啊个，伊讲只有忍耐到底，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会当讲你讲，啥会为着义受困窘的人，要受到祝福。这是有福气的，这一真清楚啦，好，12节咧讲到袂当咒詛啦，袂当咒詛，这个毋是雅各家己讲的，其实耶稣嘛有讲到，耶稣嘛有讲到这个部分，伊讲恁讲是就是啊，毋是就毋是啊，加讲就是出伫迄个歹，所以对于雅各的角度来讲啦，基督徒的信仰信心的表现是爱活会出来、做会出来，是一种生命的见证。你用嘴讲拢无效啦，用嘴讲拢无效，所以袂当咒詛，所以这伫基督教信仰内底非常的重要，你无乌白咒詛是一个敬虔的表现啦，你若会通做会出来，迄是较重要。所以我引用马太福音第5章33节到37节，耶稣基督咧讲到咒詛这项代志的时阵，伊安尼讲，伊讲：你们又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你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咱注意看耶稣讲即句话哦，即句话伊毋是讲你袂当咒詛哦，那安尼的时阵，咱有足侪代志拢是违背圣经啦，比如讲你结婚的时阵，你要不要说誓言啊？要我想这个更加清楚要移民的时候要怎样？要宣誓啊，你注意看33节的后壁面，耶稣讲即句话，不可背誓，意思是讲，你若要做会到，你讲就爱做，所以咧讲到袂当咒詛，不可起誓的意思是安那？你袂当乱施咒詛啦，所以34节耶稣安尼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起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OK。但我毋知咱捌去台湾迄个山路还是观光区佚佗无你若落来时阵有看到路边卖迄个蜂蜜有无？蜂蜜伊会甲你讲一句安那，不准砍头有无？你会讲你卖我迄个糖啦，毋是蜂蜜啦，你找伊讲好，我砍头，我掠一只蜜蜂来砍蜜蜂的头，这就是咱咧讲的生理人的手段啦，生理人的手段，伊甲你讲的其实毋是真的毋是耶稣伫遮咧讲的讲，你咒詛毋歹牵拖上帝啦，你伫上帝信仰的内底，是就是比如讲有人讲，我一定支持你的，到尾咧走第一个就是讲即句话的人，这个就是乌白咒詛啦，乌白咒詛，你做会到才讲，你做袂到就毋通讲。所以耶稣伫后壁佫讲，也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台湾有一段时间，迄种选举的时阵，拢有一个文化足歹，叫做站街头。
哦，伊就是迄个救抓别人死嘛，哦，甲耶稣咧讲的意思是共款的啊，你莫牵拖上帝。我讲啊，我天来救抓，啊天是上帝啊的座位啊，吼，啊地是迄个上帝骹担啊，你毋免牵拖上帝，你若做会到，你若有信用，你就做出来。所以耶稣伫13、17节讲真清楚，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意思就讲，当你说是的时候，你就已经起了誓约了。你就必定要做，安尼意思了，吼，安尼，吼，安尼就清楚。伊讲，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吼，这个咱台湾话我感觉真趣味吼，救抓别人死，迄个足清楚的呀，吼。啊，耶稣伫这意思，伫这意思嘛是共款啊。你指天指地，吼，指这个后事啊，指这个迄个拢毋是应该爱做的代志是。你讲你讲啊，你着爱来成立啊，你着爱做吼。所以共款，雅各伫遮伊嘛无讲基督徒袂当救抓啦，但是伊咧强调是讲，你若做袂到代志，你毋通伫遐来乌白来讲哦，我一定甲你照顾的啦，安怎啦吼。我想这个是雅各的一个角度，甲耶稣的角度其实是共款的吼。所以伫哥林多后书第1章23节，保罗嘛安尼讲吼，保罗家己嘛有誓约过呢吼。伊讲我爱上帝，甲我的心做证，我无往哥林多去，是要来宽容恁吼。啊，事实上保罗迄个时阵就是无去，所以这是真正是意思是讲，上帝为我做证吼。啊，伊毋是咧咒詛讲啊，我做袂到啊，上帝替我负责任啊，毋是安尼啦吼。嘿，所以雅各伫遮嘛是甲耶稣共款咧指责遮诶讲话无算话人。比如讲，咱会当用以赛亚书耶稣咧讲诶话，其实是对以赛亚书66章第1节吼。天是我诶座位，地是我诶骹台椅吼。恁要爱我来做甚物何等诶？为着我做甚物款诶即个殿宇吼？伊用安尼咧讲，就是讲。指天指地拢毋是咱的权柄会当到，是上帝的权柄啦吼。指着天指着地去救即个假的纸吼，这是无路用的吼。这犯着啥物货？这犯着10条戒，妄称耶和华的名啦，敢毋是安尼吼？你做袂到啦，牵拖上帝啊吼，牵拖大细尾安尼吼。所以到落尾就是讲，嘛会落伫即个审判的下面，这是伫12节遐后壁所讲的吼。所以伊伫遮强调讲，爱信息啦吼，伊嘛是引用耶稣咧讲的话，恁讲的话若是是，就是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所以爱实话实讲，因为咱所相信的上帝是信息的吼。这我想伫遮咱会通真清楚。我另外佫用马太福音26章63甲64节伫这个所在吼，咧讲的讲，耶稣伫迄个所在，甲祭司咧讲话时阵，祭司咧讲吼，叫耶稣救主吼，讲你是上帝的囝基督安尼吼。耶稣无直接甲回应，干那讲安那，你说的是啦吼。你说的是，上帝已经替我做证啦，吼，迄个意思啦，吼，你说的是，吼 OK。所以，佮另外一个看到保罗的这个誓约，也是讲咒诅，也是讲上帝替伊做证，吼。罗马书第1章第9节，吼，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10节，遮拢有啦，吼。我想咱大概知影讲，其实伊毋是讲你袂当咒诅，是咧讲着讲你真正爱做会到，吼。有上帝甲咱做证，自然上帝做咱的见证安尼啦吼。好，13节到18节咧讲到祈祷啦吼。这个祈祷特别是咧讲到，伊遮和合本的翻译是讲义人的祷告吼，义人的祷告是有功效的吼。古早即个李邦的牧师，伊就伫伊的神学院，伊捌出版一本册，伊的迄个册名就是《义人的祷告是有功效的》吼。已经强调祈祷
功课啦吼。所以基本上就是讲，受苦的人爱用祈祷来交托，这是雅各伫这个所在来讲的。伊讲，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他就应该祷告，吼，祷告是一种的交托，吼，你宁可用你的话语去祈祷交托，莫去 complain， 吼，应该是安尼讲啦，吼，所以咱若倒转来伫伫头前的话啦，吼，伫头前的话，伊讲，恁着爱忍耐，你莫安那彼此埋怨。第9节，吼，你要忍耐，不要彼此埋怨。然后再接这一句话，爱安那不要埋怨，就要祷告了，吼。对，所以伊安尼真清楚咧讲的吼。过来就是讲，有人心情欢喜，应该讲受恩典嘛，吼。你受恩典着安那？就爱唱歌学了上帝，归荣光互上帝，爱感谢。这个在指什么呢？其实咧指遐不义不有的人啦。你不要自傲，不要因为你有什么恩典来自傲，不要因为你的快乐来自傲，哈。过来，这是大概这两个角度，哈。过来伊就讲到14节咧讲，恁中间有人有病吗？吼，咱知影吼，橄榄油本身有迄种会当迄个医治伤口的功效啦，吼。所以你若较迄个较灵魂派的牧师，吼，伊就足爱用橄榄油，甲信徒安那膏抹，替伊祈祷啦，吼，替伊祈祷吼。但是咱爱知影一项代志吼，虽然橄榄油伊本身有即种疗伤的功能吼，但是呢，伫即个所在，雅各特别提醒一句话，伊讲，你应该爱请教会长老来，互因奉主的名为着抹油祈祷吼。所以有一寡较灵魂的追求者，伊会用即段的基础安尼啦吼。但是咱毋通袂记一句话，伊讲奉主的名。迄个伊伫的宽屏对倒位来？是奉主的名，吼。所以这爱足清楚的吼。祝福的膏抹吼，也是讲咱咧讲要奉牧啦，要奉即个长老啦吼，迄个膏抹吼来讲，就是讲基本上是奉主的名，毋是奉橄榄油的名，嘛毋是奉即个长老的名，这咱会记即项代志啦吼。所以像讲用洗礼来讲。牧师会安怎讲？我用水甲你行洗礼，是奉爸囝圣神的名，吼，是代表圣神甲你同在，吼，这个足重要，吼，足重要。我捌拄着迄个有迄个青年受洗礼，了后可能牧师伫伊的生活顶悬有出一寡问题。就有迄个家长就咧问讲，安尼阮的囝吼洗礼敢有效哈？我毋知恁逐个感觉安怎呢吼？这其实咱爱知影，上帝是透过牧师，但是是上帝亲自来行即个医治、赦免，也是讲洗礼的功效吼。我想咱爱足清楚啦吼。所以雅各伫遮伊嘛足清楚来提醒，所以毋是因为人的困难，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吼。所以就讲叫迄个人来祈祷吼，叫迄个人来祈祷，叫长老为着伊祈祷，嘛出于信心来祈祷，互迄个病人来好起来吼。伊嘛着爱家己会晓祈祷吼，嘛家己爱会晓祈祷。所以为着迄个人祈祷，互伊起来，伊着要得到赦免啦吼。这是伫雅各伫这所在咧提醒的吼。再来就是讲16节吼，伊讲恁着爱彼此认罪啦吼。这伫甲头前咧讲彼此埋怨哦，这是一个足强烈的对比啦吼。基督徒的团体团契，毋是咧伫遐彼此埋怨，咧怪东怪西，咧讲你做了无好，你安怎？毋是，是彼此认罪，因为咱拢毋是义人，咱是被称做义的人吼。咱必须要靠着主的恩典甲赦免吼，所以咱爱互相代求，做成做彼此的扶持。
吼。那用诗篇133篇来讲，就是讲兄弟姊妹和睦相处，亲像阿伦吼会受膏抹，像迄个黑文的山，对无？伫山顶安尼一直啦，吼。所以这是彼此的夫妻互相带导，彼此认罪，会成做一个真水的信仰的团体，吼。伫即个所在，雅各特别来指出，吼。遮个人会得到医治，毋是干那指肉体尔定，特别是迄个灵性上的医好，吼，灵性上的和谐，吼。所以伫即个中间，义人的祈祷，义人是咧讲啥？敬虔的人，也是讲义人咧指有信心的人，吼。义人其实我一直咧强调讲。雅各虽然无真强调因信称义即几字吼，但是伫伊思想内底，信比称义，伫遮就表现得真清楚啊！吼，因信称义，所以义人的祈祷是有功效，因有信心。但是雅各搁较强调，有信心的人爱活会出来好的见证。吼，这是甲保罗咧强调较无共款的所在吼。所以义人、敬虔的人、正直的人，即种的人的祈祷是有功效，因为因甲上帝关系是死正的。因为即种的人是尊主最大的，因为即种的人是无骄傲的，嘛袂去捆住别人，袂去定人的罪。吼，这伫遮真清楚吼。伫遮伊阁指着讲以利亚的祈祷啦，吼，以利亚的祈祷吼。伊讲以利亚是甲咱的性情相同的人，伊恳求落雨恳求莫落雨地，上着3年6个月无雨。吼，伊咧指讲以利亚嘛是一个义人，虽然伫旧约内底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但是伊犹原是一个人，伊犹原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然后伊所求的才会当被成就，吼。伊用安尼是来伫即个所在，吼。所以伊阁讲18节讲，伊阁祈祷天就落雨，就生出土产来，吼。所以用以利亚来强调人甲上帝迄个关系、迄个信心的功效，伫遮真清楚啦，吼。好，上落尾19节到20节，吼，伫遮咧讲到。对伫遮离开真道的人啦，吼。虽然伫即5章内底，雅各真强烈来批判遮有钱不义的人，但是反倒转来，伊爱遮个受逼迫的送乡人，爱忍耐，毋但爱忍耐，佮爱会晓彼此认罪、彼此代祷，甲迄个审判的罪的权柄交转去互上帝，吼。上帝审判的时间伫要到啊，吼！审判的主已经伫门口啊，迄足清楚的，吼。但是呢，上时伊阁继续勉励，爱来离开真道的人，吼，爱互因来回头啦。啊，什么人是离开真道的人？遐不义的人，敢毋是？遐咱咧讲的罪人，敢毋是？吼，所以伫遮真清楚啦，吼。伊嘛伫遮。嘛是咧考劝遮个送乡的人、受逼迫的人，爱有一个好的表现来帮助遮个离开真道的人，来倒转来行伫上帝的道路吼。圣诗有一首讲，迷路的人着行倒转吼，这就真清楚啊吼。所以爱互伊翻头倒转来行伫主的道路顶悬吼。这是雅各。伫遮对双方面拢有足清楚的提醒。20节伊讲着，恁应该知迄互人、互罪人对即个行毋对的路、越头的人，会当拯救伊的灵魂脱离死亡，会遮看济的罪恶。即个我嘛引用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第9节遮啦吼。讲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有无？这个出来啊！不要彼此发怨言哈。这个雅各甲彼得共款拢有引用哈。所以
咱大概几若摆，咱就拢知影讲，彼得甲雅各的记载有足侪共款的物件吼，所以会当脱离死亡，好那亲像约翰福音3章17节咧讲，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啦吼。就是讲相信的，就是安那爱行伫耶稣基督的正道顶悬，爱回头伫行伫这个正路顶悬。安尼的人才会得到我未至到伫死亡安尼吼。好，今仔到这，我来甲这个 live 关起来，咱来讨论吼。OK，